要徹底脫離隱蔽過新生活，原來比想象中困難。阿元一直住喺灣仔，2年前媽媽帶住佢哋3兄弟離家出走，佢就冇再嚟過呢一區，亦都冇再見過爸爸。老豆經常都係打打鬧鬧或者打人咯，由細到大爸爸都係好惡。我又唔夠膽批評嘅，都係威嚴2個字啦，係有威嚴有惡啦。阿元自細讀書唔叻，又俾同學蝦，爸爸經常為錢打媽媽，佢覺得好冇安全感。呢啲咁嘅家庭啊，同埋俾人蝦嘅經歷都係覺得自己係好差咯，對自己係。除咗差之餘，都係自卑得嚟，自己覺得又唔係好靚仔嗰隻咯。屋企同埋學校都有好多挫敗感，形成阿元畏縮怕事嘅性格。同媽媽搬離開灣仔之後，份工都做唔長，佢就索性隱蔽起嚟。以前話自己得0分，而家阿元又點樣睇自己呢？以前係0分，而家有7分。嗰7分喺邊度嚟？第一，每次都俾自己咯。然後咧？跟住由屋企人俾咯。跟住就公司啲人俾咯。阿元打算將每個月4000蚊收入，2000蚊做家用，1000蚊儲起嚟讀電腦設計。